想了解一下，为什么近期出现确诊的病例大幅增加？我们是在应对疫情方面，应该说准备不充分，包括防控的措施不严，部分干部的作风不实，所以呢，对此啊，我们确实非常感到内疚，也是非常的自责。处分党员干部337人，对防控工作不力的6名领导干部予以免职，其中3名是正县级干部，还有3名是乡镇的党政主要领导。应该说，对于这些问题披露出来之后，我们要努力的弥补。我们想，这是我们改正错误的最好的办法。那么，我们将正视这些问题，同时深刻的反思，而且举一反三，以此为戒，要以对人民极端负责任的态度，扎扎实实的把各项疫情的防控工作做好。